歡迎大家嚟到咖啡星人，各位咖啡星人成日喺 coffee shop 見到 menu 上面寫住呢個 long black 同埋 Americano 都係呢個黑咖啡加水，咁點解要分兩個名啊？秘密咧就係咖啡沖嘅方法同埋油脂啊。Long black 咧就係先加熱水，再喺上面鋪層 espresso， 保留咗上面一層金黃色嘅 crema， 入口溶化。其實咧 ，long black 係澳洲人發明嘅，專對付呢個濃縮咖啡太苦嘅問題啊。Americano 咧就係先落 espresso， 再撞呢個熱水沖散啲 crema， 味道咧就會更加清爽。Americano 咧其實係意大利文嚟嘅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美國步兵咧喺意大利駐紮，嫌啲意式咖啡太濃入唔到口，加水溝淡佢。如果想飲到果酸同埋花香味咧，揀 long black crema 咧就會鎖住啲香味。咁如果中意呢個純粹咖啡嘅苦香味咧 ，Americano 就啱晒你啦。靜靜雞話你知咧，如果覺得 Americano 太寡咧，手指尖沾啲鹽，搽喺個杯邊，甜就即刻出晒嚟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